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集猴哥觀象。今日我哋將會聚焦港股市場，圍繞生指數同生科技指數兩大核心指數做深入回顧，同時揀選市場上備受關注嘅騰訊控股，從日線級別拆解關鍵嘅技術走勢信號。除咗港股一個騰訊嘅日線技術深度分析之外，我哋節目組亦都預備咗小米、智普、MiniMax 等多隻標的嘅完整分析報告。如果大家想睇，即刻訂閱我哋頻道，並且喺評論區入面扣一就得㗎喇。行情回顧，整體嚟講，港股由舊年10月開始就展開咗一輪週線級別嘅深度調整。回顧過去2年，生指數分別錄得17%同27%嘅年度升幅，但今年嘅市場表現就明顯乏力。當美股、日韓股市，甚至內地創業板、科創板持續創出新高位嘅時候，截至5月22號，生指數今年以來微跌0.1%，生科技指數更加累計下跌11%，表現大幅跑輸各大主流市場。究其背後主要原因有2點：第一，兩大指數嘅權重股份主要集中喺消費、銀行、保險、能源等傳統經濟板塊，同今年全球熱炒嘅 AI 投資主線關聯性唔高。再加埋生科技指數嘅估值水平，淨係高於歷史上10%嘅時間，處於歷史低位區間。第二，港股經歷連續2年上升之後，已經觸及前期密集成交嘅壓力位。如果想進一步向上突破，必須要有新增資金大舉入場。但從南下資金嘅流向數據睇，今年港股其實並冇得到主力資金嘅青睞。接下來我哋分析下兩大指數後續嘅走勢。技術層面嚟睇，生指數週線圖已經形成收斂三角形整理走勢，上方嘅高位持續下移，由28,056點回落至26,844點，構成強大嘅阻力鈎；而下方嘅低位就不斷抬升，由16,441點上升到18,671點，再到近期嘅24,203點，底部支撐越來越穩固。後續走勢關鍵睇兩個臨界位。如果能夠有效突破26,000點，就會打開上升空間，挑戰之前高位28,000點。相反，如果跌穿25,000點嘅支撐，走勢就會轉弱，下一個關鍵支撐位會去到23,000點。至於生科技指數，目前明顯處於下降通道入面，短期上方阻力位係5,040點，下方核心支撐位就係4,725點。一旦指數放量衝破5,040點，有機會出現由跌轉升嘅趨勢反轉，上升目標睇5,400點。反之，如果有效跌穿4,725點，就代表二次探底嘅支撐失效，走勢會進一步下探至4,400點水平。講完指數，我哋睇下騰訊，日線級別同樣處於下降通道，首要阻力位係470港元。如果股價無法有效突破呢個位置，就會回踩430港元呢個關鍵支撐。一旦430港元失守，走勢就會正式由升轉跌。下跌目標首先睇400港元。如果情況進一步轉差，極端行情之下有機會下試350港元水平。以上就係今集節目嘅全部內容，多謝各位收看。所有分析只屬個人觀點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點讚、關注同轉發，亦都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哋交流。大家想睇其他股份嘅走勢分析，都可以留言話我哋知。我哋下集再見。